依間公司咧又同一個政治組織咧係非常之吻合嘅。咁係咪即係有關嘅呢個政治組織咧係做一啲證明咧咁樣？即係咩證明啊？即係呢個政治組織係委任佢去進行呢個註冊，定係係啦，係啦，就呢個咁嘅，佢有咁嘅表示過。哦，咁就我亦都係記憶所及咧，咁多次嘅會議裏邊咧，除咗3月26號咧係談及過之後，一直以嚟咧都冇跟進。講翻嗰個註冊嘅過程咧，頭先你提到就話，咦，即係公司註冊處嗰度向吳文遠表示啦，就話，咦，即係問佢有冇呢一個嘅社民連線嗰方面嘅授權啊，咁佢有冇向公司註冊處提供任何社會民主連線授權嘅文件俾公司註冊處啊？嗱，佢冇清楚講到，即係授權嘅文件，但係咧，佢認為佢係表示過咧，就係相關嘅。咦，咁呢個好大問題喎！即係如果佢向公司註冊處提供一啲文件，就表示就話，咦，佢係有授權嘅，咁嗰份文件其實係虛假文件嚟嘅，有機會係。呢個可能係做出嚟嘅文件，即係咯，因為你冇開過會啊嘛，冇開過會有任何嘢，佢都冇任何嘅正式會議，除咗佢所講話主席指示佢咁做，咁指示嘅指示都係冇法律權力噶嘛。應該係冇啦。OK， 咁呢個就老蕭所講嗰啲法律問題嘅一部分啦。呢個我哋唔糾纏啦，大家都聽下老蕭節目好清楚知道啦。咁但係關於3月嗰個會咧。嗱，因為你有出席嗰3月嗰個會噶嘛？係，我有列席嗰個會議嘅。咁咧就應該如果我睇翻嘅有關嘅記錄咧，我依稀記得係即係當日咧係討論到有關嘅嗰個工作計劃裏邊，來年工作計劃裏邊咧涉及行政財政嗰部分嘅。咁啊，財政嗰方面咧就係因為新一屆人委第2次嘅會議啦，咁就佢哋係俾所有行委咧係通過一份叫財務指引。係。咁啊，點樣先至收支？點樣先至可以係即係合乎即係會個規章咁樣？咁啊，當即係完結咗呢部分咧，就討論到正式嘅即係工作計劃。工作計劃咧，其中一點咧。就係有行委提出到有關黨校嘅問題，同埋呢個政黨化嘅問題。咁啊，黨校問題咧，基於呢個老幫主毓民哥咧，就佢係冇清楚係表達個態度係點樣。咁行委嗰方面咧，其實都冇咩特別去傾談嘅。咁啊，特別係講黨校嗰度咧，究竟私人註冊啦，定究竟係歸於社民連線嘅黨校咧咁樣？因為未有清晰嘅指引，就所以咧係未有個即係定案嘅。亦個定位亦都唔清楚嘅。但又冇人提出要社民連俾錢，又冇人提出黨校同社民連有關，點解突然間會提呢樣嘢嘅？因為佢係當係工作計劃裏邊其中一環。唔係咁佢計劃啫，咁佢冇理由幫毓民幫我計劃埋㗎嘛？係啦，即係佢又冇問我嘅意見，又冇問我哋任何嘢。所以因為未有你哋嘅意見咧，未收到你哋嘅意見咧，又從冇人問我哋喎。係啦，所以因為咁樣咧，就因為未有個定位，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冇咩特別去傾。喂，冇人禁止佢哋自己搞黨校㗎。咁啊，跟住落嚟咧，佢哋講到話提及到嗰個政黨問題，係咪成立呢個社會民主黨嘅問題？咁咧就你一言我一語咧，就其實咧都係環繞緊係究竟係用公司註冊啦，定係究竟係沿用翻呢個社團註冊處嘅註冊咧咁樣。咁咧就結果咧，亦都有好多行委俾唔同嘅意見嘅，好處係點樣？即係社團註冊嘅好處係點樣？唔好處係點樣？譬如好似社團註冊處社團註冊嗰方面咧，就可能係只有俾人。但係如果照你個邏輯所講，佢淨係講政黨化嘅問題啫，即係冇講話咦，即係社民連作為一個嘅組織要成立咗，用公司註冊處成立間公司啊嘛。完全未講到呢個深入討論嘅。即係同埋嗰間公司呢？嗰間公司名都唔係政黨名啊嘛，即係同嗰個政黨討論無關嘅喎。冇任何嘅議決咧，就話要用咩名稱。係咯，亦都
即係有實話未有撇嘅。係當其時就，如果你照陶君行同埋民院即係向公眾解釋嗰個嘅即係理由同埋嗰個態度，喺會議討論過，就主席可以指示人做，咁佢應該成立好多個政黨咯，咁樣應該。係嘛？我深信當日嚟講都唔係叫一個深入討論嘅，而係只係大家consultation。因為你睇翻民院某啲嘅寫法咧，就話已喺會上有，或者陶君行解釋就話已有委員提出咁嘅意見咁。咁如果任何一個人提咗個意見嘅主席就有權去指示嘅話咧，咁所以即係行委會過咁多年來討論咗好多嘢，咁任何嘢有一個委員有咁嘅意見，主席就有權指示嘅，咪可以有權指示好多嘢。我相信大舊你同我大家都參加唔同嘅社團組織好耐啦，咁啊事實上咧，我亦都未睇過任何一個社團咧係可以即係傾兩句就可以做一隻就可以話主席有權做。有主席有權做。呢個我哋嘅主席自己甚至咧亦都冇任何議決嘅，作為即係會議記錄係有任何議決嘅就去做嘅咧，其實咧。你去呈交去公司註冊處咧，冇會議記錄咧，都係唔成立。咁即係1月嗱，即係3月嗰個會，你就解釋得好清楚啦，係從冇正式討論過，即係有關個會要用另一個嘅公司註冊形式去做，從冇啦，亦都從冇話要揾一個人去做呢樣嘢啦，即係唔好話決定啊，連討論都冇嘅，連討論都冇嘅，就。推咗落咧，日後如果成立一個為咗推人，咁3月嗰個會傾完嗰個議題嗰陣時，有冇乜嘢結論㗎？係冇結論。呢個可以咁講咧，就即係話佢推落咧，就話第日成立一個即係政黨化嘅成立政黨嘅一個工作小組去深入研究。即係亦都冇話以成立工作小組前，因為好興啊嘛，有啲會就話呢個問題咧，我會議記錄會列明，就翻呢個問題全部委託邊一個去負責咁，亦都冇，只係我記得係就話即係行委嘅關心黨後同埋呢個政黨化嘅工作嘅啫。OK， 係咁其實佢既然關心，佢可以成立埋呢個黨校都得㗎喎，係嘛？既然討論過啊嘛，咁主席可以指令佢成立黨校㗎喎。呢個以我哋大家熟悉社團運作嗰方面嚟講，呢啲亦都係即係非一般嘅程序。你作為咁多年嘅即係參與政治啦，即係上個禮拜五係嘛？上個禮拜五開完會。即係你個感受係點咧？真係其實都有同其他評議員呢係傾過，咁認為佢哋嘅作為咧，呢個所謂嘅行為咧，係完全我哋係唔接受嘅，個個喺後邊咧就孖叉嘅。咁事實上嚟講，即係包括鍾松輝啦。包括譚繼剛啦，我哋喺度唔怕開埋名，我哋即係鍾松輝都好有經驗㗎啦，又參與過咁多工會組織。我哋大家都有傾談過呢件事，根本即係擺社民連線呢係擺喺一個唔知咩位置，完全係超越晒我哋即係會員大會授予佢嘅行為嘅職權。咁所以嚟講咧，我哋係非常之不滿。又唔關其他行為事嘅，係兩個人嘅事啫。呢個係嘅。係嘛？即係你又唔好將個責任推晒。即係我成日都強調一句嘢咧，呢啲係即係個別嘅當事人一啲行為嘅問題。係嗱咁即係阿 Andy 好清楚啦，即係將呢個1月9號係咪啊？1月7號。係。1月7號嗰個星期五嗰個行委第17次嘅行委會個會議，即係阿黃學金提出呢個問題時候，行委會其他成員嘅反應當時正副主席點樣解釋即係同埋呢個部分呢個即係評議員個觀感同埋即係件事啲行委都唔知情咁包括姜新華即係作為佢好似都係支部職員嚟㗎係咪？係咪社民連？佢唔係職員，係支部所謂支部嘅主席。主席 OK 係啦，但係佢係咪受薪㗎？佢好似係應該冇受薪。佢唔係陶君行嗰邊嘅職員嚟嘅。佢唔係陶君行嗰邊職員嚟嘅。佢本身係一啲工程師。OK 咁就即係清楚個角色啦。咁就大家睇到即係嗰個嘅問題咧。
我覺得非常之嚴重。係啦，個過程就好清楚㗎啦。係。咁啊喺網上都好多討論啦。咁啊即係我自己喺網嗰度一睇到咧，我係直情感到悲哀嘅。咁因為其後再睇翻即係所謂當事人所提出嘅解釋咧，即係更加搖頭嘆息嘅。即係你感覺到佢哋係不斷用謊言嚟掩蓋謊言，係嘛？啲大話即係越講越大，係嘛？咁最後仲將個責任推咗喺其他人嘅身上，話聽到其他啲人要做啊！呢個我哋即係呢個我一直都有留意我哋本身嘅會嘅動態嘅，一直都冇聽聞有咁嘅事。咁呢個真係呢個絕對唔能夠接受。你任何嘅所謂組織嘅領導，如果你要處理任何危機，你都要同其他嘅有關人士商討，係嘛？加上你組織呢兩間有限公司嘅話，都可能同我哋將來嗰個結立政黨嗰個名稱都根本不符。就算我假設，即係呢個我褪一步，即係當你當初即係或者呢個當事人啊，即係我哋政府主席所講嗰個理由，我當你係真嘅，基於危機處理知道某一啲人呢要成立，我要搶先登記。咁你個危機處理完之後，你係咪要交代匯報啊？基本上都應該係第一時間啦，要向會眾咧係交代嘅。有啲基於係軍事或者有啲策略上嘅需要，我做嗰陣時唔可以俾人知驚人搶，咁我做咗啦。咁做完之後個危機解除咗啦，公司註冊處已經我入先過對方，咁你都應該要同呢一個嘅行委會，就算唔使同黨團，唔使同評議會啊，都要同行委會做一個正式匯報交代同解釋啊嘛。如果連呢個都冇做呢，好清楚證明你所講嗰個理由話危機處理根本就係廢話。呢個基本上唔成立嘅，係嘛？我俾你，因為如果你真係危機處理呢，你嘅危機解除咗之後，你要交代匯報噶嘛。同埋呢，就事實上呢，就話透過黃學金副主席呢攞出嚟講，先至有人知嘅。唔係喺網上有人查到就有人知啦，同埋喺網上查到，主要就因為有個即係辭咗職嘅行為喺度周圍吹咧，就話魯幫主已經登記成立咗一個嘅即係社會民主黨呢一個名嘅組織咁即係喺度造謠，咁有啲網民即係好奇走去查，至查到呢一件事啫嘛。即係其實想要多一啲，即係要多謝某啲人呢，即係幫我哋刺激啲網民，因為啲網民好叻㗎。哇！即係跟住你呢幾日查，另外有啲即係社民連核心成員嗰啲嘅身份同埋啲資料呢，我真係對網上嗰個嘅威力即係進一步理解。真係即係每日都學到啲新嘢，唔簡單。咁我哋今日好多謝阿 Andy 啦，真係我呢個即係廿幾年嘅老友啦，喺呢個係啊，真係戰友。咁啊，過去好多嘅全港性嘅事務啊，包括呢個反加價爭取88直選啊，即係好多嘅運動咧，即係呢啲係可以話係民主老兵。雖然你個樣望落後生過我，係咪？你個樣望落後生過我，係嘛？但係呢啲我哋真係呢啲民主派嘅民主老兵，所以社民連呢，即係人才好多噶，係嘛？咁所以就即係我哋會堅持呢個民主道路。民主道路一定咁啊！好多謝阿 Andy 今日同大家講咗呢個背景啦。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呢，就講講辛亥革命嘅一啲嘅進展同埋情況。好，多謝 Andy。唔該。貫徹聲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繫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頻道。